为推动国产的水果接近日本的市场，农业部农粮署在民国108年，甲日本茨城县立监市签订强化饮食甲文化交流发展合作的备忘录，6年来稳健推广，对金蕉、山野、文旦、甲旺来等，提供茨城县中小学营养午餐来使用。今年将由旺来拍头阵，上好由着农业部甲市府共同举行启航的仪式。等等，台湾凤梨出向日本，公益协同营养午餐，正式启航。民国108年的时候第一次采购，然后一直到当时是1万根的香蕉，一直到去年，总共他们有18个市町村，6万3千个小朋友跟我们购买香蕉。那今天呢？今天是第2年，我们凤梨受到他们的青睐跟采购，有3万3千个学生在茨城县的5个市町村的92家中小学里面，要供应3万3700多位小朋友营养午餐。所以我们今年是透过凤梨来提供，那在年底的话也会继续供应这个香蕉。上午启航仪式包括农业部政务处长胡宗义、市长黄伟泰，还有台湾优良农产品发展协会以及日本利坚台湾办事处的处长。以启航的仪式，就选伫个设有2年的绿园牧场。市长嘛感谢农业部大力的协助，将台南的优质农产品推销到国际。能够进到日本的营养午餐，也表示说日本政府对于这个品质以及它的安全性都肯定，要不然的话不可能进去。所以非常谢谢农业部。那未来我们地方政府也会持续加紧努力，在许多的台湾好物方面，也可以提供出来给这个配合农业部跟外贸协会一起来进去日本的市场。台湾的水果供应日本茨城县的学童营养午餐，今年已经进入第7档，将由台湾的往来率先启航。预计供应茨城县92间中小学校，采买将近3000公斤的台湾往来，提供超过3万3千名的学童来响应。台南新闻连跟采访报道。